讲一嘴思念的茶，绘一片故乡的画，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水白醒，白花柔柔，大片栈道，云中碰海影，小雨飘飘，小伊娃，漫游啉白露酒，秋风微微。一回头，红露酒染红树叶，铺做地毯。冷风一扫，往事烟火。听候搁啉一杯水白醒。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27集，欣赏的是嘉义的韩文老师所带来《水未醒》。顺利去，咱邀请韩文老师来为咱讲解这首诗创作的背景，也有台语文的用字。这首我是以四季来甲伊写，谁拢会写这首呢？这是一家去徛顶。阮有一寡好朋友，大家做伙去徛顶遐。徛顶伫咱嘉义县阿里山公路边啊。这徛顶是一个看云海足好的所在，定定会当伫遐看到足水的云海。阮一摆就是去遐看云海，从看过了后，迄个感想，我甲伊写落来。我以这个四季来改写。那春天去遐吼，迄边仔遐嘛足侪花啊，遐有栈道，互人会当去遐看景。云海足侪足高，所以你踏入栈道，你会当若像讲你人伫个云内底，手会当碰着迄个云海共款，安尼有水无？手若像甲迄个云海碰咧，咱讲云中碰海影。过来第二段我要讲的吼，照热天的景，甲伊描写出来。迄届阮去的是拄落小雨，落小雨是真水的景哦。尤其你若是讲含你心爱的人去看即个景，落小雨，恁是毋是会大家客眼愈活？所以小伊活，大家伫遐浪漫咧游即个景，咧啉白露酒。这敢真正是咧啉酒？毋是啦吼，咱拄有讲到是小雨，所以啉即个白露酒是甲白露酒酒来用的啦吼。过来。秋天嘛会当去赏即个景吼，去看云海。所以我讲秋天来就秋风微微，一回头红露酒染红树叶。这拄好是咧啉白露酒，即嘛是红露酒。其实无啉酒啦，是咧讲饭仔叶已经红就讲，若像即个饭仔去啉着红露酒，所以伊即个树叶变红秋风微微咧吹，是即个饭仔叶会抖抖飘飘飘飞落来涂骹，规涂骹拢饭仔叶，就若像铺红地毯共款。寒天冷风一扫，往事
若像烟花共款，嘛是拢会无去、飞去。所以听候阁啉一杯，水袂醒。希望永远水伫这尔水，永远浸伫个遐尔水的境地内底。咱遮要来讲烧伊碗的伊碗，就是碗做伙，两个烧瓶，要怎写呢？伊小鸟依人的依，人字边搁一个衣服的衣，衣服。碗也是人字旁，在一个奇怪的奇，这两字读做伊碗。再来听候，咱若用华语来讲，就是等候，就是听候。这听是，就是听到的听，咱是这念听。候是等候的候，听候这两字就是等待上好的时机。咱今仔日欣赏的这首韩文老师所带来《水袂醒》，描写的景色都是来自嘉义阿里山的墾顶。继续，咱来邀请文史专家黄德英老师为大家来介绍墾顶这个美丽所在。墾顶嘉义阿里山线，阿里山这个所在遐就有重要的一个点嘛，遐有叫做石岛，有叫做墾顶。墾就是放絮，一絮就对啦迄就是一空一墾的墾。安尼可以想象，你当想出讲迄墾就是参空共款，叫做墾嘛叫做墾顶呢。当然伊迄个地名由来一定是迄个所在有迄个空墾特别大的顶悬，就是墾顶。迄是墾，伊迄若台湾话是墾，是说叫做第四声。以咱台湾话第四声变调呢，一般来讲，伊会变调做第二声，第二声就是墾，就所以读起来变墾顶。这墾顶遮咱若电脑咧看迄个搭有一位即欣赏迄个云海上好的所在。云海所在咱电脑所查到的资料伊会写日个迄是纯，就是纯西是西啦，伊是读做西啦伊会读做西顶。因为咱即阵拢用北京话讲惯势迄是西，咱咧讲迄墾顶，迄是叫做序顶，这做西顶，所以遐说变有一位风景区变西顶，咧安怎？我当时捌咧出版写这嘉义县的风景的时阵伫墾顶遐的云海是值得记录的，是值得来甲做一首诗来甲伊形容，讲迄个搭云海是偌水。我就看到讲，迄个搭资料所查起来拢写西啦，纯西啦，就是透早的太阳日头光叫做西嘛，纯西所以安尼呢，迄个其实伊也是读做西因为参国语共款好多西啦、序安尼音的关系，所以就造成讲全用这字来代理做墾顶。其实看到这字袂当读做墾顶啦，迄字放序的序，迄字徛高耳仔边迄个才当读做墾顶白花柔柔，大片栈道，云中碰海影，小雨飘飘，烧伊碗，漫游啉白露酒，秋风微微，一回头，红露酒染红树叶。铺做地毯，冷风一扫，往事烟火。听候阁啉一杯水袂醒。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第二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韩文老师写诗，
黄德英老师讲解自然文史，洪昭文吟诗，专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搁继续空中再会。